6月8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有義氣嘅人啊！如果你朋友有需要幫手嘅話咧，你會義無反顧咁樣幫助佢嘅。平時睇落去咧，你個人好溫和同埋好穩重，但係一遇到困難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變身成為戰士一樣，好值得信賴，好可靠。如果知道自己幫手嘅事係同社會嘅利益啊同埋大眾有關嘅話咧，你會更加強烈嘅。你呢一種咧係一種無私嘅奉獻，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啊，要知道分寸啊。感情方面又點呢？如果你中意一個人嘅話咧，你就會向對方表達你嘅心意，亦都好希望對方會跟住你嘅步伐咁樣行嘅。你好中意做嘢，亦都好中意小朋友，所以咧你會好努力咁揾錢咧去養育你嘅小朋友嘅。而性嗰方面咧，發生性行為之前咧，你可能會比較積極，但係之後咧就會比較被動啲。好多時咧都會陷入公式化嘅危機啊。咁如果係另一半嘅話咧，可以學識欲拒還迎，對於你嚟講咧會比較好啲，以免你覺得呢一樣嘢公式化之後悶咧，會有外遇嘅可能性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一啲團隊性啊、合作去完成一件事嘅工作性質咧，會比較啱你多啲嘅。你好識得解決問題同埋解決困難啊！咁喺一啲大規模嘅公司入邊咧，一啲主管啊或者調配協調人員嘅工作咧，都好適合你嘅。至於財運方面，如果你對錢銀嘅概念或者係用錢嘅概念，唔係淨係為咗自己，係為咗呢一個團隊，又或者為咗呢一個社會而去用錢嘅話咧，令到你嘅財運更加穩健同埋穩步上揚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天生有唔服輸嘅精神，你會比一般人嘅努力，而喺呢個世界裏邊，淨係努力咧，未必會令到你達到成功嘅。可能有啲時候自己有啲改變，或者對事情有讓步嘅話咧，反而會令到自己發揮得更加好㗎。